28连假第二天，各多位透早开始就出现车阵。高公局估计全日交通量是115万车公里。也那气象署是表示，连假期间全台天气稳定，不过后礼拜一暗时开始，又搁有方面会影响台湾，到时阵全台天气会转湿搁凉凉。28连假第二天，全台湾各地拢是好天气做云的天气。中部游乐区特别推售儿童门票199的优惠，门口卖票所在人丁百家堂，人潮有望可以达到10万人次。人丁百家堂的也有台南出名的润饼店，民众排甲挖角去。以美食出名的国华街，嘛出现人踢店的情形。业者嘛讲，这种起草这么好的情形，甲过年差不多。又遇到这个好天气哦，看人潮的话，和过年的人潮。差不多一样多。气象署是讲，连假期间日下各地温暖偏热，初一中南部的高温超过30度，不过到后礼拜一初三的暗时又有方面的到位，到时阵全台湾会够转为湿湿凉凉的天气，温度会向阳降10外度。可能到礼拜一晚上开始，台湾各地的天气开始慢慢变得不稳定了。那礼拜一晚上到礼拜二，锋面会开始通过，所以各地都会有比较明显的降雨发生。天气好，各出日各道高速公路透早就出现车阵，初一交通量会达到115万车公里。连假最后一天，西部各道下晡会出现上北的车阵，各个上北预测会踢归工。国五北向宜兰到平路呢，大概在早上9点会一路持续拥塞到我们晚上9点左右。礼拜休假日是上北高峰日，高速公路局将对各个上北进行高承载管制。铁路运输方面，大体表示，这届连假旅运量大大增加，连假前一天27甲28，大港客运量拢突破80万人，拢总加开99列次的甲班车，运量比平常时提升5.3%。记者综合报道。